暑假到啦，格倫菲爾口腔暑期睇牙特惠月正式啟動，由7月1號到8月31號，我哋準備咗超多驚喜福利，等大家趁住假期輕鬆升級健康笑容。特別要同香港老友記報個喜，65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憑身份證或者回鄉證過嚟，每年即領2000人民幣睇牙券，依家預約仲加碼送免費拔牙一次，至為此除外㗎。想趁假期種牙或者箍牙，7月限時派送2000人民幣大額箍牙券，做種植牙嘅話，瑞典諾貝爾系列只隻半價，瑞士士卓曼等經典品牌第2隻半價。格倫菲爾口腔專注此科16年，擁有30間園區，各大口岸均有門診，由資深執業醫師及專家團隊主理，即刻WhatsApp預約聯絡客服，領取你嘅暑期專享優惠啦！